礼拜时间几个到啊吼，请咱大家备万心来准备今日的礼拜，密祷。恁着学乐摇花，我的心啊，恁着学乐摇花。我一生学乐摇花，我有我的时要唱歌学乐我的上帝。这是咱请敬拜团带咱学乐。上，让我们一起用信心跟坚定的心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我们也可以一同站立起来，来敬拜我们的神，可以一起拍手来赞美他。芥菜种的信息可以将大山挪开，相信神的应许可以跨越困难，信心的祷告神都听见，大声
宣告，勇敢向前。在你没有爱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恩典。在你没有难成的事，软弱和忧郁中，你不曾放弃我，你的应许，无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恩典。在基督里都是恩典。再一次宣告，在基督里都是恩典。主耶稣是我们一生要爱慕、一生要渴慕的。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倾倒，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献上，为着是要寻求他，来亲近他。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耶稣，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耶稣，我要爱慕你，我要爱慕你，倾倒我的生命。你是我唯一所求，让我心单单渴慕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的身旁，贴近你。主啊，我渴慕寻求你。我心满意，我心满意，我心满意，对你的爱和思念无止境，让我走向你
事站立。这是咱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这是咱额头来祈祷。慈悲疼痛的爸，阮的上帝，感谢你一年的看顾保守，伫各种的境遇拢有你的同在。新的一年，求你予阮有新的心、新的灵，甲三听的心来服侍人，荣耀你的名，也予阮有智慧的心，看出你的奥妙，刚强壮大的心来传扬福音。阮的主耶稣基督，恳求你的圣神踮伫阮心内，常常散思你的教示，也照你的旨意来行，见证你的疼，荣耀你的名。阮阁要感谢你，用恩典来做年冬的免流，互阮的路径拢有油得滴。主啊，阮阁恳求你，互战争停止，地球的灾祸平煞，互世人用欢喜的油来代替悲伤。懊恼的衫来代替忧愁的心，互公义甲懊恼临到万国。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下骹祈祷，咱请中节赞美八福。
即是咱来读上帝的话。记载伫以弗所书4章17至24节。我来读吼。所以我讲伊，搁伫主证明伊。恁的所行毋通搁亲像外邦人的所行，因的心地空空，因的心思黑暗，过长伫上帝的话名，是对因毋知影，因的心刚硬。既然丧失良心，就放纵家己伫邪僻，对贪来行逐样的污秽。若是恁学习基督，毋是安尼，恁若果然听见伊，搁伫伊受教时，照伫基耶稣所有的真实，就是论甲以前的行做。恁褪去旧的人，就是照引诱人的私欲的败坏的，搁恁心神换新，穿迄个新的人，就是照上帝用真理的义甲性来创造的。以上，今日讲道咱请蔡长老，伊要为咱讲的题目是，让我们再次更新吧。明仔平安，请你甲厝边隔壁讲平安。真欢喜吼，咱对北投的录制师有到咱的所在。咱今日过真欢迎一个美国人来。你有看到美国人无？有啦吼。美国人敢举一手咧。然后对啦，倒来我就感觉讲啊，足欢喜的心，就安尼吼，真感谢主。伊伫美国吼，逐日拢铺一日文酒互咱，伊足适合咱的教会。咱是今年的第一个礼拜，今年第一个礼拜献诗是中集三角献诗。咱到是甲中集做工尔呢，咱到是每一个人来做工。咱今日看到咱玉芳伫敬拜站的有特别无共无？有啥无共？大美事呢？恁拢顾恁唱尔，你毋知伊一面大美事，一面甲咱练唱，一面唱歌，互咱听呢。我感觉一切拢是新的啦。咱有一个新的开始，重新开始。那过年伫要到的时阵，我记我前细汉的时阵，阮老母就做一个工课，安怎？好，油桶啊、门啦、清内底啦，所有的，阮咧日本宿舍吼，啊，拢迄个茶迄个桶门啊，逐个都爱洗，拢爱揉吼，啊，榻米拢爱摕水目口拍，啊讲吼，拍了啊，搁拄啊讲啊规安尼，这叫做过年啦。咱即摆过年愈来愈无像过年啊！即个过年吼，但是若过年伫要到的时阵，本所车拢会甲你讲，拢会通知安怎？恁将迄个大型的迄个家具有无吼？恁个大型的全部有诶无？若无诶时阵，会使摕出来放。啊，咱台北吼内面本所都有分类嘛，啊有迄个垃圾袋，你会当看到一样代志。咱台湾人足巧诶，大型的家具的后壁拢藏足侪迄个塑胶的，迄个毋是迄个环保的垃圾袋。小摊嘛是一无好，总是有代志咱来反省家己。足侪物件咱真正无应该做，毋通去做啊！咱来去旧换新啦。咱毋是讲旧的拢总单调，咱来去净化卖咧。迄真正无路用的旧的无爱，化单调就单调。啊无吼，你发觉吼，愈扣愈济。咱常常看到租人一间厝吼，啊等下厝要共人套倒的时阵吼，哦哟，规间厝拢粪扫。所有物件，尤其是吼，迄乌瓦桑足够扣，安尼扣啊，规内底拢总是。咱真正去旧换新，咱每一个人知，咱的去旧换新，先甲咱讲头拄啊，迄个废话，也未做丢了吼，因为他白搭酒哩。甲咱所读的圣经才甲咱讲安怎？所以讲，主要说基督甲咱讲，咱的心中人呐，亲像遮外邦人啦，因敢若存着那虚妄的心啦，迄空虚的啦。甲结合法利赛人啦，因的心啊，心地昏昧，而且啊家己无做心理刚硬，咱有心足硬啦。其实今年吼，我小可咧烦恼一样代志呢。到旧历过年前，足侪专家预言吼，讲咱抑阁有一波的流行啊。假像顶面 COVID-19 安尼，当然无遐严重，总是变足普遍的。阮细只高山啊，刚好3个月啊。我逐暝带去病院的时阵哦，满拢是人。我逐暝带监察院咧开会哦，安尼咳，大家都咧咳。
啊，毋知传染袂？伊说讲迄袂传染嘛，迄都徛遐久啊，徛几个月，免啷传染？啊，都毋知倒闹拢共样。我到真，你要讲我讲诶有磁性？迄愈来，迄2礼拜前吼，你要无写啊顶礼拜啊写较大声，即礼拜写有搁较好啊。我咧想看个加前礼拜写安尼完全搁恢复袂，高不上啊低不下，啊人拢有磁性，啊大拢咳啊咳啊。点变啊，communication，我着人咧咳吼好，你若无位通坐，足简单诶。你住坐因个顶外，甲咳一下吼，大拢走了，你足有位通坐，一个会当坐5位。啊，即摆逐个咧咳吼，较无感觉啦，咧咳呢，逐个也无啥感觉。总是吼，过年够冷吼，惊大家拢感冒呢。啊，感冒煞愈来愈济，啊，愈来愈咧咳，所以咱诶心内安怎？咱诶生命毋通甲上帝隔断来，因为咱是外邦人，我们的心地已经跟上帝隔绝啦。上帝假当伫目口，咱爱精心换心家己，咱会晓爱放纵情欲诶。咱有当时啊吼，人有一个兽性加一个，咱咧讲劣根性。有当时啊，讲代志吼，啊对面做对安歹势，这敢好？跋囝跋一束啊，跋20啊，搁来200，搁来着2000，啊搁来跋规间厝跋了。咱有当时做歹头安尼一步一步，咱咧放纵咱的情欲，咧行遐贪婪的污秽的事情。所以讲，咱咧弃孤，啊，佮上重要呐，爱脱下，爱将咱迄个无好的物件，毋通亲像外邦人，咱来脱下它，咱来脱去亲像外邦人遐无好的代志。咱有一个新的开始，咱咧想啥物代志呢？啥物爱换掉？啊，毋通换掉，某毋通换掉。剩咧无好诶，真正爱换掉。咱咧换掉啦，咱无好诶个性，咱有当时啊吼，啊咧读一个想要读一个圣经来讲，哎哟，啊都这连续剧足好看，我小看一个咧。啊，看一个看落，你讲我阁看5分钟看，要紧，得要了，只看挂1点钟。所以现在读一堂圣经，这种持续的工作，那既然小可献一个圣经咧，啊祈祷，你讲我，咱免要求济。你敢有替你厝内人每一个人祈祷？上帝啊，我祈祷甲张拢相共，阿免。每一个人替祈祷，每一个人拢无共款。你奋斗过啊，总是你的囝孙仔咧奋斗呢。你囡仔开始咧奋斗，即摆囡仔真可怜呢。幼儿园的迄个幼稚园吼，幼儿园就开始爱补习啊呢，开始读4、5经啊。所以讲，咱有当时爱听祈祷。啊，咱嘛爱替咱的会友祈祷，兄弟姊妹祈祷，为兄弟姊妹当咧创业啊，为兄弟姊妹来事业咧扩展啊。咱替祈祷啊。咱讲咱基督教，爱替咧甲人趁钱，基督教无讲毋免趁钱啊，是真啊讲卖迄个贪婪不义之财。上帝现在大成就伊的国家伊的义啦，请迄物件都互恁。咱一个会友吼，有当时会找我讲，我怎样了？啊，我吼有寡物件，我拢要献互教会。我听拢足感动诶，我无要应邀个人啊，总是有当时代志拢互我足感动诶，因我较信任你啊，遮个物件你替我处理，我讲所有物件拢替我教会做来处理。咱每一个人真正伫上帝面前，我足希望恁趁大钱，你诶事业足进步诶，生活足快乐诶，每一个囝儿孙拢只有上帝你满满祝福。这上重要，咱来知影侍奉中间咱诶奉献。咱来将咱的思考模式爱完全换掉。咱的思考模式就是讲啊，我来趁钱，啊，等人我趁啊足侪钱的时阵，啊，我囡仔足好时阵，我倒来做礼拜。我从细汉的时阵，我的老爸老母，我的父母就一直在告诉我，礼拜是一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一礼拜中间上重要就是你来做礼拜。因为我到厝里听迄个，哦，即马网络足发达，我听直播吼，还佫 Austin 迄个福木教会安尼吼，天生偌起来呢，场面偌大咧，偌好听，那个不一样。你们在这里是来寻找上帝跟圣灵同在，你们来这里是跟上帝相遇，阿门。我们来做礼拜，你们说啊，你做礼拜我到厝里毋是共款，不一样，因为你们在这里，上帝看到你们的心，看到你的心，怎样跟你们要跟他相遇。那个人的相处模式是不是应该改变呢？那得畏内呢？安尼哎呀，我加讲话吼，直播毋知要叫我讲话无？安尼我看到直播，我就足欢喜的直播。怎么
我们每个敞开我们的心，互相打个招呼。你甲你隔壁的人打个招呼好不好？打个招呼你看，一家伙兄弟姊妹无讲话，安尼敢对？咱是一个大家庭，咱甲嘴咧讲大家庭，你敢真正有为着因咧祈祷？我吼感觉咱来合会手册开始爱来换，迄联络簿，咱即摆来整理来换。因为我当时都在祈祷倒咧，安尼一个祈祷，就敲电甲基安长老问讲，头有即个人，这啥物名？我无啦，迄足早就无伫咱教会，已经上帝接伊啊。安尼都，我当下来我毋知咱教会即个人就一个来祈祷。陆正是安怎知？陆先春，奇怪啊，这个面我听着，讲无啦，去台南啊啦。即摆吼咧想，咱已经倒来啊啦。就相对咱每一个人，替每一个人来祈祷，咱相处的模式拢无共款。真正是一个大家庭，你敢有可能对厝看到恁某安尼，安尼甲看者尔，做你的，食一个饭也要甲熬卤一个，搁盐人较济，你嘛甲熬卤足好食，还是真来去配较济水尔。咱每一个人真正就看到骨头倒就去问咱的仁祥你妈妈，讲恁仁祥即摆安怎？伊讲感谢主，足欢喜的，因为伊家新城做伙搬出去瑞典。每一个人毋是咱教会人哦，出去伫幕后的人，咱每一个人拢咧关心伊，迄是咱大家庭。所以讲家乡，我们也很想念他。所以每一个人是咱出来面的，那相处模式啊，我们要让我们的人。每个人都像真的是在家庭里面，咱的生活模式嘛爱改呢。咱生活一直拢爱变化。我像今仔日，我真早就起来，我开始感觉讲，因为我一直感觉讲，我的感到愈来愈歹。我甲上帝讲，上帝，我对你足亏欠的，我的感到愈来愈歹。上帝讲，你只要照我所甲你教示的落去讲就好。所以我特别拢3、5、4章的泡泡一直改到下早才完成。去中心来，阮太太讲，你遐早起来创啊？我讲无度，泡泡就顶改。咱的生活模式来顶改，透早起来灵修，跟上帝三个做伙，你个一日中间非常有精神。你无最近刚才你工课足尔济，我甲讲，你工课愈济吼，愈早起来灵修，祈祷时间煞愈济，愈济一步好，处理代志足圆满会当处理，足个代志上帝处理，佮上重啦。上重要是你信仰模式你也改变。你安怎你毋通袂记得？咱这世人，你毋通讲礼拜是敢咱7日中间的一日尔，剩咱6日都叫我都拢无关系。从我到即阵，尽管当好当讲啊，到70岁以后，我觉得上重要的就亲近上帝，我一辈子服侍上帝，因为这是最重要。你说你当法官当监察委员重不重要？我不是说那个不重要，因为那是一个见证。更重要的，你的心全部是上帝身上，完全活好上帝。你这世人人活好上帝，你想你一生中永生中遐长的时间，你才世一块尔呢？过眼云烟，一块的时间，你都完全献予上帝。你讲我都爱工作，工作嘛当献予上帝呢？你咧夹客户咧讲话时阵，上面替祈祷，我替我这个客户祈祷，我用心机3个交杯。伊会体会到你，真正咱每一个人真正爱将遐毋好的物件爱弃旧啦，虚妄的心啦，心地昏昧的啦，心理刚硬的啦，放纵私欲，行迄个污秽、贪污、贪婪的事，那个我们都要把它去掉。我们要真的知道，那上大的奥秘。其实现在我们的回教、犹太教一直不承认这件奥秘的事情，因为当时。上年去电视给真正的人，主要说基督是奥秘的代志。咱今天来家就是要寻找那奥秘的事情。那奥秘的事情是什么？主耶稣基督啊！奥秘只有2种事情：信跟不信。你信的人，那么相对的，因为你的信，圣经告诉我们，你就新创造的人呐、因为新的一年，我们要成为新造的人，新的一个人啊！看到人。笑头笑面，咱都中昼吼，你唱歌我拢无看，恁伫遐有看吼，敲电话搭咧检查迄个 FB， 看送无笑，敢做中昼才艰苦，无笑一个甲你点名，咱所有学生拢足欢喜的啦。我甲看到科长咱入来时阵，我嘛咧回想讲，咱20、30当时3个做伙足欢喜的。我看着阮当年的吼，
咱的迄个单张老娘、地张老娘来，我嘛感觉足欢喜。昨暝卓佫生一个囡仔吼，好，带来我嘛感觉真欢喜。这每一个人甚至感觉哎哟，咱的家庭愈来愈兴旺，咱新创造的人，新的物件，拢总是新的。若假使你无神的人咧，先甲咱讲啦，无神的人讲，惊上帝是假当呢。你的生命得到灭亡啊，你会得到沉沦啊。你若讲不要紧，我著信上帝就得救啊！我已经再三甲你强调，信上帝真正会得救，总是咱要去真哈。伫上帝时间。伫你在生即个遮短时间，你对信上帝到你得救即个过程中间，你要爱努力呢。你讲我都已经得救啊，就青菜南山黑白者，随便做、胡乱做、胡作非为，不对。你要真的持续的跟神交通，让神在你的身上。咱有看到两个人，咱即几礼拜中间常常讲即两个人，一个是安怎好起来做官的少年人啊。10条街拢有遵守啊，有听人听上帝，上帝讲真正哦，无你将你的财产拢总甲卖咧，搁来军队无？迄人听着，你圣经写一句话足趣味吼，就忧愁的离开了。好嘅人到底忧愁离开，好嘅人照讲该足欢喜的嘛，因为我好嘅人，我会当摕钱出来共帮斗相共，我会当摕钱，我这教会真水，我会当摕钱互大家来敬拜足好，我会当摕钱互大家。今日因为新营因咧比赛足球无来，所以用伫我才讲这样事。世新足球队，等下来咱教会礼拜，真感谢咱的社青足照顾伊。所以就等下教会礼拜就是大专杯遗嘱的呢。然后遗嘱的他32场吼，31场赢1场好，身为甲组迄是大专杯哦。即摆已经社会迄个球队吼，伊拢搁较赢咧。顶礼拜，身为甲类教育的球队啊，哇！全世界已经足侪人写批来要见交往啊，10几档。新宁这查某，因为今仔无伫遮，我要讲伊的代志。新宁师代甲我讲川就真感谢中央教会一直咧替阮祈祷，互因知影讲为着上帝咧踢骹球啦，尽力落去拼，无一定赢，总是。用上帝力量，大家真正同心合意。伊看到先同心合意，伊甲只球队讲，咱来同心合意了，伊敢台拢迄个感受啊！以前可能家自书读较好的人哦，家己要安尼，敢若帽子戏华，安尼甲一直读过，即摆袂啊开始传来传去安尼。啊，搁是种年吼，伊本来就是丹麦足球教练，将迄个球队经营啊足好，屡战屡胜呢，赢体育学校的球队啊。即摆身为甲类的甲组的，已经甲组的球队啊，足球协会正式甲认定。当然，伊要写一句话，其实我足感动，讲可能再来会有金钱的诱惑，再来就是诽谤。你一年到高峰时阵，就安怎？人开始甲你诽谤，然后用金钱要收买。这些只要你在上帝的面前，你诚本着上帝的心，你去做。所以他最后写一句：真的拜托中兴教会的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持续帮我们祷告。那你看只有世新足球队，这3、4档来看呀，全爱断起来，一个无特别去用改善。本来世新这个后尾甲因改善了呢。安尼看到即阵已经变甲类的球队，足球协会正式认定，全世界已经注目到啊。该去企业家会甲因赞助啊，有可能有一寡金钱的诱惑，总是上重要是安怎？因为为了信靠上帝的心，真正为着这个球队，为着台湾，为着上帝国来拍拼。这是咱应该做。你看另外一个是啊，是逐个拢上讨厌迄个杀街，下啊杀街。阮细汉读主要就是下啊杀街，下啊杀街。迄有当时吼，咱敢若咧就有一种若干的人权委员就讲有性别歧视。A 啊杀街 ，A 啊杀街，但是有当时你踮着 A 啊杀街时，感觉一个阳光呢，公平呢，就法律共款呢。咱讲 A 啊杀街是安怎？你较恶劣咧，因为伊吼，伊毋敢去看上，伊毋敢去看耶稣啊，伊怎啊去爬去圣水球桑树的上面偷看。哎呦，主耶稣在那里哟！迄种心嘛，咱今仔是光明正大行入来做礼拜呢。
伊是安怎头摇摇咪咪咪到边啊，我偷看一个就好。哦，迄个心里来感觉讲，那是真诚的心呢。咱但是到迄个真诚的心，真正有偷看啊！来，这礼拜写偌好咧。所以，咱知影讲，咱每一个人，请你记住一句话：你偶尔的努力，我足拍拼，上帝，我足拍拼，我读圣经足认真练，我足认真祈祷，3日尔。就足济代志，上帝是咧啦，甲你欠息一遍啦。即礼拜无做礼拜，上帝我后礼拜绝对去做礼拜。后礼拜还有代志，上后礼拜一定来做礼拜。一礼拜欠一礼拜，咱有当时偶尔的努力，所以会去真一直不成功。你有当时跟他想讲，我足拍拼一困偶尔，我可是偶尔呢，不是持续呢。偶尔的努力，你会一直不成功。所以咱军队主席上面是一世人的服侍啊。我记我上大时代时阵，迄阵家园长咯，我开始住教会内底。当然，即阵来想起来，我著讲，你讲定来讲这个话，我真正是迄阵伫大时代，想到这咱教会这会少年啊三听，迄个老一辈足听我呢。咱阿姨即摆著去甲我认讲，我定来讲伊，总是真正对我有够好，受这会真正是足好诶款待。囝嘛对我足好，我无钱嘛是囝第2互我，是个我拢无嫌伊诶。但是相对的是迄阵的三听，感觉我出对伫心呐。每一个人听你，你到教会服侍，大家拢足听你的。安尼看目睭看过，已经40-50冬。你教会若是一世人跟对主的中间，你感觉你这人太折误？差不多上班的时间，就是拢伫教会内底。总是我感觉上帝真正咧照顾咱。我伫遮会当好当讲。你有可能对20-30岁讲，你都也毋知咧。我已经70几岁，我有资格通讲。上帝咧照顾你，毋是干那讲来世人来生照顾你，而是今生得百倍。上帝真正咧照顾你，你去回想看觅咧。一段期间回想看觅讲，阮啥物人都迄阵看着都安尼，无啥物咧。我即马事业做个好，我即马呢念讲个遮好，我即马做来足好。上帝拢咧照顾你，有当时是你会顶一代迄个信用传互你，一代传一代信用，拢是会开始开花结籽的。所以讲咱看彼得，咱常常用彼得做咧。彼得是一个无学问的人，毋捌字的人，掠去的莽夫，一个足无错的人啦，无路用人。咱在座每一个人，所有的拢比彼得较敖。想无咱嘛捌字，彼得毋捌字啊。咱看。约翰21章的时阵，咱常常咧讲即个足水，讲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耶稣甲问3遍，足侪人爱用这做一个讲道的题目，这是一个真水，所以上重要。即个耶稣甲问讲你爱我吗？叫伊啥物出来释放。耶稣甲讲叫伊你爱我吗？时耶稣问哇很好很好很好，你出来你饲养我的羊群，很好很好。但是甲讲啥物呢？你我甲你讲啦，我实在甲你讲。你若要释放我我实在甲你讲你少年时阵人特别甲你掠，甲你拔起来，甲你掠去受台地啦。到你年老的时阵你手伸出来你无爱去，你敢我咧想在座嘛，无人爱去用钉十字架，你爱向别去钉十字架呢？历史上记载，彼得是要甲钉十字架时讲，毋通甲用正头钉啦，甲我倒后边。我无资格通甲耶稣做伙钉十字架，是必须用光啦，莫啦，甲我倒后钉。一个人拢无学问，无读过册，做事情莽莽撞撞，非常粗鲁的人，竟然一辈子跟随主，受尽苦楚，最后倒钉十字架。你觉得他的赏赐大不大？非常大。所以，咱每一个人真正爱体会到，咱的灵命爱更新，我们的灵命要更新。所以，圣经佮咱讲，我们要什么？脱去啦，脱去啦，脱去迄以前的行为，毋是讲所有拢脱去，迄无好的行为，他所讲的，迄虚妄的、迄贪婪的、迄与神的生命隔绝的那些放纵情欲的，我们全部要脱去，把它能够去，让我们的心智更新，成为一个嘛新的我加做一个新的人啊。我们要完全成为一个新的人。有当时咱真正无要珍惜，一对农村出来老翁仔某，哇，
因后生吼出来食头路，已经赚足侪钱，我爸爸妈妈莫遐欠啊啦。我跟你讲，我带你去坐那个最豪华的游轮。我这世了拢嘛坐迄个渔船啊尔，我坐游轮，吼，较大只，吼，佮甲装迄个个海景窗，去坐游轮，两个坐入了吼，要坐以前吼，做足侪馒头的，摕足侪馒头的，讲行去吼，迄个船一定足贵的，吼，摕足侪馒头的，啊，两个吼，人咧食饭，伊就都闭在房间食馒头。你知馒头啊，食做三斤吼，定空空，配迄个开水，安尼食无啥会落。啊，两个倒啊，去偷看遐餐厅，看我，甲因太太讲，啊，着后生互咱足侪钱的呢吼。等餐咱两个着来餐厅食一遍好无？因太太讲毋通啊，你欠一世人，我食一遍遐侪钱，不要紧啊，你食一遍啊，两个餐去到餐厅，甲迄个waiter问讲，啊，借问咧吼，啊，蹛遮食饭一顿车爱偌济钱？waiter一直甲看，你讲啥物啊？你讲什么话？说这个吃饭一顿要多少钱？你讲上游轮吃饭哪要钱？所有的哪个餐厅你进去吃，随时吃，怎么吃都不要钱。跟人讲免钱哦，咱食3日的馒头啊咧。上帝互你恩典白白互你呢。不如现在跟人讲，上帝的恩典是什么？让你白白称义耶。遮尔甘，遮尔宝贝的恩典哦，你无要好好啊用啦。你敢若甲藏咧，讲迄都免钱的，敢若甲藏咧，迄都无路用，还甲藏咧。那是多宝贵的恩典呢！我你食上好的餐厅免钱呢，你敢若家己本身摕馒头定空空，你拄仔咧食馒头，你不要上帝的恩典了。你刚才做礼拜，跟上帝相遇，这是恩典啊！这么美的恩典。你要是不好好去用呢，所以我们要更新。时间关系，我不会讲很多，因为慢慢的我要一步一步跟大家讲更新。你们信念要更新，因为圣经里头30安怎跟人讲咱的信仰安怎？你们敬拜上帝要用心灵与诚实敬拜。咱敬拜的态度、读经的态度、咱所有祈祷的生活，拢要完全的改变。第二项，咱侍奉是毋是要改变？伫罗马书10章第10节，跟人讲。上帝甲咱讲啊，可恨咱啊，兄弟姊妹啊，将你的身体献上，当作什么活祭呀？你先当作祭献了上帝，是献给的，是上帝所欢喜的。然后你们这样侍奉是什么？理所当然的。我当下甲我太太讲。你最听我讲道有愈来愈歹无？我真正爱检讨家己，我感觉家己该做见笑，毋知完全忠实传达上帝的话无？因为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呢。你讲啊，啥物人侍奉？所有的人伫遮侍奉拢是理所当然，因为伊要上帝的安尼甲你交账，甲你算账。所以咱生命换新来变化家己啊，心理更新而变化自己呀。咱的心智换新啊，咱的不管时间，咱的付出，我今年开始。我已经甲总统了，都后礼拜咱就选了嘛，啊选了，过来到5月就任，可能遐人事调整来尔嘛。过来我就感觉，我毋敢讲后日半年多，我会拨出个时间出来，因为我要辞掉啊，我要将这时间，我到位无时，真诶国际人权委员会这边我会辞掉，我要摕较侪时间来甲兄弟姊妹探讨关怀，替恁祈祷，因为我感觉我做无够。我读时代时阵吼，我做法官差不多一半时间，就是拢摕教会来祈祷，拢读圣经。所以上帝咱安怎才能的付出啊？上帝恩赐是互咱的呢。上帝教育各人所需的，随意给人。上帝互咱恩赐，啊，你无要奉献出来，安尼感觉无彩。我迄阵当我唱歌的时阵哦，我就爱唱圣歌队，我就唱圣歌队哦。八字其实我拢混的比较多，因为我无声。我感觉八字嘛无啥声咧，所以咱相对是安怎呢？将咱的时间真正献出来。我无亲像咱社长了吼，原来一直拢参加迄个合唱团，我 MC 拢迄个最高水准的合唱团，所以声一直保持真水。我较歹不要去另外讲到。所以上帝，咱每一个人将你的才能分出来，因为恩赐拢是上帝所使用的。过来，咱每一个人安怎啊勇敢付出啊！我现在有当时讲美女节，伊来到咱教会吼，其实。
可能咱教会内面讲新的人10名，10名可能出20名来讲，新的后半段，你是后半段才入来啊。所以大家看到伊拢感觉讲，伊是前半段的人啦，是安怎？你看到人爱足亲切的。咱有这个态度啊！你想咱若一个新妇嫁入到你的厝，用新妇做例嫁入到恁兜，你若规个厝看到讲，哎呀嫂，哇，偌好，你会感觉讲，嫁入这个家庭偌温暖呢？你嫁入这个家庭都，便嫂嫂较清气咧，煮迄落糜啊，太遐济汤，啊无就煮啊伤黏，炒迄落菜炒啊遐咸，啊无炒啊遐正，啊炒啊遐油。咱用啥物心态来啊？咱真正是爱对每一个人用真亲切的心，真正来勇敢来付出。咱的团结嘛是共款。第一项，咱的团结要有参加，咱的态度即摆已经无共款啦。咱有受过三毛团体受过门徒训练啦，咱来付出啦。咱讲哇，你搁请一个较有名的讲师来甲阮教，毋通教啦，教是袂要紧，恁读册会足好。总是你嘛爱开始付出啦，爱行出去。咱即边圣诞节迄个拜六12月23号，咱伫顶馆，我著看恁倒啊带遐青年咧做伙，免要求济，一个就好。一个你会当互政治进入去，伊来到教会是真水的代志。第二，咱参加态度安怎？爱有真正热切来参加，真正跟有好的沟通。咱第三，咱参加爱投入啦。有时间咱就来讲这个事。最后一项。传教嘛，爱更新，我来检讨我家己啊。耶稣第4章11节一直甲咱讲咱每一个人安怎，咱爱从心更新而变上，爱摆上自己呀。咱礼拜仪式吼，咱有当时咱感觉我刚来做礼拜，就感觉讲我倒来做礼拜，都无来礼拜也好。像我去某前教会时阵，我甲我太太讲这做礼拜吼足形式化。我家本身徛讲台的人，我爱检讨家己的。我若做礼拜。讲到到逐个拢安尼，开始讲到就安尼，讲到了到大安尼吼，咱来家反省家己呢。这毋是讲我一直讲上帝话就好，我著读圣经摕出来互恁念就好啊。咱每一人从你讲道的心，你是毋是圣神有甲你三甲做伙？后礼拜我就是要讲听讲道的代志。咱每一人真真正正爱智慧人数，咱开始去找啊。咱即阵来做礼拜人，加旧年吼。当然，加初三啊，真差不多，因咱享用2单 COVID-19， 所以咱开始找啥物人无来。有的人是因为天气较冷啊，毋敢来；有的人身体较歹，较来。咱嘛天来祈祷，咱找每一个人来。咱最后一项，咱爱上传教方式，咱嘛爱改变。咱毋是讲咱伫内面传教，咱是毋是爱开始外扩？所以为着安尼时阵，我著即几日看者，一直想到一个人，宋尚杰牧师，宋尚杰牧师，对无？咱都有印象无？伊住伫迄个福建，因爸爸嘛是一个传教师，因爸爸嘛是一个传道，处理生活足歹。我是感觉遮老的传道人哦，遮老的传教师，其实我拢足钦佩。我从细汉对遮牧师拢足尔好，因为迄阵哦，大无金钱的有限，做牧师吼，讲一句话尔，送屁屁。迄差不多传道的人吼，大家拢送啊有剩，爱家饲鸡。家己种菜，迄相对是因老爸足善的。细汉因老爸就甲讲：你去读新人院。伊讲我读新人院，像你老爸你遐善，安尼也好。伊足抗拒的。伊是别人去找一个新妇甲讲转甲去美国，我喺澳洲迄个卫斯理大学足名哦。你讲咱咧讲，迄个宋美龄嘛是去遐读卫斯理大学，迄是女子学院哦。伊去读卫斯理大学足名，伊去遐甲争取迄个免费的奖学金。伊讲伊去到美国的时阵，身躯摸会剩6箍，然后开始伫遐读册，足真拍拼，伊家祈祷上帝讲上帝啊，紧我紧毕业，阮老爸吼要叫我去传道啊，上帝你紧我去毕业，我才做一两名的人。伊大学毕业，伊3档大学都读毕业啊，搁伫大学内面，我喺做迄个科里，迄个卫斯理大学读第1名的，直升硕士班。读4个月尔，吼！迄人生若听着毋知是做安怎吼。博士班读偌久？1档4个月。阮后生读3档咧，阮后生读3档了，因教授讲袂使你去美国1档，佮进修1档了，倒来我兜咧毕业。啊无安尼3档毕业伤紧。博士班咱普通拢3档到4档，啊若是
伫瑞典有可能唔闹，可能还佫较超过。总是这宋上给牧师的时阵，伊硕士论文所写的学校惊一条，学生会当写个遐好，转互一个金钥匙。宋上给牧师是伫迄个卫斯理大学硕士博士的论文是著名的啊，颁到以前荣誉的证书、荣誉的毕业论文、荣誉的证书、金钥匙。然后伊才去想着讲，等到博士毕业了，伊讲。安尼我嘛爱听阮老爸话吼，啊无我来读卫斯理的神学院，伊搁去新人去进修。总个大拢想讲，这台湾去歹去上，啊已经是化学博士啊呢，化学博士伫遐足无简单的呢，啊你搁来读新人院，老师嘛感觉伊怪怪，啊伊拢足认真的，透早起来一直祈祷，化学多少主啊救我哦！伊开始圣是感动伊，伊当时圣是感动伊，好就是起笑，转个掠去关起来。所以去关起来，甲关一冬。用感谢主，好个再甲关一冬。关了后，毋知要做啥工课。甲伊讲，你甲关了，竟然无一本圣经互我。你本圣经读40遍。伊讲我当都无，我就练圣经读40遍。读到伊感觉讲，我甲上帝差不多拢会当对话啊。圣是拢充满伫我的心啊。人大看伊正常甲放出来了，伊坐阵倒来中国，伫船顶做一项工课。伊跪落来祈祷。上帝圣是甲充满讲，你来替我传道。我化学博士呢？迄阵中国摕着化学博士的济啊，只有足少的。我落来读你足有名，佫是金钥匙啊！结果伊跪来，好，上帝，我听你的话，伊对船舱内底将伊的博士论文的毕业证书加迄支金钥匙，伊伫船顶做一项工课，做甲单掉。博士证书甲单掉，金钥匙我甲单落。然后甲上帝讲，我要来传道啊！倒来到厝，所有庄里的人我讲，即个有影头壳真正阿达，化学博士讲甲单掉，金钥匙甲单掉，讲要去传道，哪有即路人的啦？所以刚开始吼，连因老爸做传教者人都无啥谅解呢。讲哇，你去美国辛辛苦苦读一个化学博士，全世界开始咧有名，讲你咧单调要来传道。伊只只去参加必定的报道团，哇！上帝足重用伊的，伊到对报道时拢非常侪人，伊工作足力有力的。伫1936年，太大场听教会选请伊来报道，迄阵我袂出世啦吼。但是我听阮老爸讲过。伊伫北中南三位，一位一礼拜，报道偌侪人来参加咧。一个人伊有才调，换新家己，伫即个新的年的时阵，伊跪伫船顶甲上帝讲：上帝，我献互你用，我的化学博士单调，我的金钥匙单调，总是伊嘛捌去教册啦，是安怎？无钱嘛，伊去教册，一面教册一面传道。尾后贴我资料，都出来传道啊！一世人很有注意。亲爱的姊妹，新的年开始，咱每一个人是毋是爱将咱再次将我更新？真歹势，我的声可能真歹，但是这首歌，请恁一面看歌词，一面听琴弹一遍。你拢坐咧先听一遍。我再次到你跟前，浇灌我像你的爱。世上一切都是虚幻，唯有你，上帝，你永远是真实的。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像那玛利亚修刚来洗你的脚，唯有你能洗我的心灵。主，我要敬拜，称谢你，因为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
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请你再次将我更新，来，使我再次到你跟前，浇灌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是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唯有你我心里，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那个一遍，使我再次到你跟前，浇灌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是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唯有你是我心灵，主我要敬拜。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各位起立，我们唱第二段，一起来。使我再次到你面前，浇灌我向你的爱。世上一切都是虚幻，唯有你永远真实。破碎的梦，荣耀冠冕，全摆在你宝座前，用我泪水来洗你的脚，为你更新我心灵。主我要敬拜称谢你，你是道路真理生命。每当我回转归向你，你再次将我更新。接着主耶稣，请你们将我们再次的更新。在新的一年中间，咱每一个人来起伏换新，每一个人生命得到完全的改变。主耶稣，恳求你，我们一世人跟随你，我们生命完全换新。我们祈祷，我们主耶稣有心来祈。好，请坐。过来，咱备办心来奉献。
请起立，咱准备念奉献的诗。咱游园徛伫，上尾吟上吟386首，吟了请蔡长老为咱祝祷。现在咱来受上帝祝福，我们就最后所祈祷母强母亲的恩典，特别上帝因未改变的疼痛，新的相同夫妻办赞咱们今日三角地地，特别伫这个新的日头，第一礼拜，每一个人，互阮的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这是咱来看这个消息报告的所在。咱今年游园继续新眼光的读经咱嘛是有迄个小组分享所以我们说新的一年要心意更新的变化，那咱就要更加认真读圣经，因为我有听讲有兄弟姊妹伊就互相会讲我今年我要逐工读偌济，也是讲你嘛爱读咱互相来读过来咱看第2点咱教会迄个行政事务啦咱即马无个为敏丽她就专职于那个关怀站的那个事工可是敏丽姐她也说教会有需要的就是比如说那个我们读经那个圣经填充卷那今天还是交给她，那以后她也会帮忙啦那我们也都谢谢敏丽姐她多年来的帮忙。今天下午那个有定期的长执会，请参加。过来后礼拜我们有邀请那个消费者无添加物协会来分享安全的食用油这个下礼拜的。安尼，咱即马咱嘛是游园邀请那个叶长老为咱分享，过来咱等一下要小组分享的那个部分。亲爱兄弟平安。今日分享迄个出来入记啦出来入记，咱知影为创世纪开始，上帝调即个亚伯拉罕因一家为12章开始由应允伊讲，你都要离开你的国你的家啦本国本家本族往我所应允去的地。迄阵伊其实伫迄个有迄个所在啦到应允的地其实蛮远的。去到遐，伊讲上帝应允讲要你成做大国。别人要因为你来得到福气。既然你所到的所在，
拢要为着你来得到福气啦。遐个地咧，要称为喜乐之地啦吼。这伫以赛亚书嘛有特别安尼讲着。啊，过来因为因以色列遐饥荒，迦南地饥荒的时，雅各就带因遐个囝儿吼，甲孙啊进入一个埃及地啊。啊，圣经有讲，伫迄个出埃及记内被特别写着啦，讲经过430年啦。啊，伫遐吼讲，伫遐因为咧做苦工啦，要去迄个蓝塞迄个所在的城，所以伫遐用草吼，稻草啊，甲土伫遐搭做庄啊来咧去啦吼，来咧去。啊，较侪话人知影吼，以前咧土甲厝拢用安尼咧做啦吼。啊，伊伫遐咧去的时，所以圣经特别记载讲他们呼求的声音，我也听见。好啊，他们受督工，好挨督工的毒打，我也看见。啊，我要下来拯救他们。这是上帝应允啦。哦，上帝应允，你讲要来带因。后来因有带伊出埃及啦，吼，啊有经过42站嘛，吼，经过42站的所在，啊进入到迦南地所在。其实为迄个所在。为即个埃及要到迄个迦南地，其实真紧啦。咱若看迄个夏甲吼，夏甲叫阿伯拉罕，叫迄个六节咯。哦，甲伊赶出来的时啊，甲伊赶出来的时吼，伊走吼，伊无几工，伊就走到一半的所在啊。伊要走转去埃及啦。夏甲要走转埃及的时，伊无几工哦，3、4工伊就走到一半的所在，到遐吼，因讲无水，所以天使互伊出现，互伊看。可见伊若为埃及要搁转去迄个迦南地，其实真紧啊。但上帝要训练你，啥要训练你？因为要啥做一个国家。所以出埃及记伊咧讲的是讲，经过了430年，耶和华的军队出埃及，是耶和华的军队啦，毋是只罗列乌合之众吼要出埃及。但是12章遐有讲到讲吼，讲这一些人哦，一听到打仗的声音哦。就要跑回埃及啊！所以上帝讲要甲伊训练，啊，互因到迄个利非定遐，吼，伫遐的时先过红海嘛。过红海的时，咱知影，过红海的时其实咧进无步退无路啦。前面是芦苇海，后壁是迄个埃及的军队。埃及当时迄个军队吼，埃及迄个王是叫做迄个法老王啦吼。是迄个杜德摩西世3世啦，迄个时间是全世界上强的啦，统治到对，统治到迄个巴比伦迄边去，幼发拉底河，啊南当然到埃及这边啦吼，啊所有的即个迦南即个所在拢互伊占了，所以当时是上强的军队啦。啊，上帝伫14章遐特别讲着讲哦，从今以后埃及人这些埃及人你们不会看见了，拢去互迄个水淹死啊，因为迄个。过红海的时，甲伊淹死。啊，这主要就是要互因看见讲上帝的权能啊。所以上帝讲啦，讲容我的百姓出去了，好敬拜我。啊，甲以色列人讲啦，甲以色列人讲啊，我用我的手的大能引领你们出埃及，为要救赎你们。啊，要互因成做一个国家。所以咱看到咱读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其实要成做一个国家吼，要经过40年的训练啊。伫遐咧经过安尼一直练到尾啊，是上帝感觉讲你会使啊，你毋是奴隶啊，你是成为一个军队，啊，甲互因进入到迦南地去，啊，佫看见迄个上帝甲因同在迄种的迄个平安甲喜乐。若无上帝同在的时，你惊嘛。所以咱知影吼，咱若读出来入记的时，咱看见摩西伫即个埃及的王宫训练40年吼，啊，佫去即个。米甸的迄个旷野吼，伫遐训练40年，实在是有需要啦。因为若无安尼时吼，或者60个，敢若迄个20岁以上的，讲有60万啦吼。遮个人哦，差不多要100几万的人，在摇把叉一直叉，到迄个红海的时候，讲甲摩西一直埋怨讲啦，讲你若莫带阮出来吼，阮伫埃及嘛要有皇帝啦，嘛要有皇帝，啊你带阮到遮，你看爱死伫海底。啊，若无你死伫沙漠，含一个皇帝都无，所以等于安尼伫埋怨摩西的时，摩西嘛甲上帝讲啦，讲不是我跟你讲，我走手笨壳嘛，我就是讲我嘴钝啦，袂晓讲话啊，你敢若一直叫我去，你看带出来到遮啦，我互因乱到乱死啊，因用石头要甲我钉死咧。所以咱知影吼，看见讲这
即个啦吼，就是即个国家，若毋是上帝来应允来成立的，是无法度。但是若通过上帝应允，根据圣经安尼来成立一个国家的时，即个国家永远伫地啦。虽然伊灭亡吼，咱知影迄个以色列灭亡几啊摆嘛，但是虽然最后经过2000年，上帝嘛是互伊复国啦。伫1948年嘛是佫互伊复国。所以咱通过这个会知影，咱会知影讲，迄个以赛亚书一直咧讲，耶和华一直讲，以色列是我的见证人，以色列是我的仆人。你若毋相信有上帝，你看以色列人，咱看见到即马有影，咱若读即个出来入记的时，佫互咱更加佫知影啦吼。所以摩西上帝要甲查考的时，伊嘛一直讲，伊无能力啊，你莫找我，你去找别人啊，我著伫遐顾羊就好啊，安尼逐工伫遐顾羊，无啥物代志啦。40年吼，迄个斗志拢无去啊。40年较早做王子迄种的斗志，规个拢无去啊。40年顾羊嘛无人通讲话，我看你讲话就是讲含遐羊啊尔。但是咧，上帝就伊讲，就是你啦，你走无路啦。互上帝抓着的是你，就是走无路，你一定爱去。所以后来摩西去带，嘛只有摩西有法度啦，其他人其实无法度，亚伦嘛无法度，米利暗嘛无法度。只有摩西有法度，上帝就是讲你一定爱去。咱读出来入记的时，咱会当其实慢慢读的时，佫较体会上帝同在，互一个民族成做一个国家，互一个家成做一个民族，佫成做一个国家啦。即个国家佫有上帝永远含伊三甲伫地，所以当进入迄个老年甲别的所在。所以我听阮堂兄就是讲着讲，伊去以色列时去基普斯吼，去因咧共同农场的时，问因遐个人啦，讲。上帝讲吼，迄老年甲面啊，我看恁遮吼比阮台湾佫继续歹。不但无老年甲面啊，拢种沙漠甲旷野啦，若看咱台湾迄个嘉南平原了，佫诚好势。遐个人甲伊回答一个讲啦，伊讲吼，讲若上帝同在的所在，就是老年甲面的所在啦。遐个人安尼甲阮堂兄回答。其实有影，只有上帝的同在，上帝的救赎，咱才会得到平安甲喜乐啦吼。我这先大约讲一个啦吼，大约讲一个，好，多谢。好，咱今日的礼拜到遮吼，过来密道了会当行平安礼。